台北国际册展今仔开始起工，今年除了特别有说乌克兰册展区，也有乌克兰插画家的创作，甚至有法国主题馆含台湾本土意识的册。对保护国家的乌克兰阿兵哥，到咱的乌克兰居民到展示来的和平照，一笔一画，拢是平均20-30岁乌克兰插画家对和平的愿望。本身就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人，今年才19岁的 Valentina， 伊讲家己虽然要咧逃难，不过伊自细汉就希望会当甲国际分享乌克兰的文化。伊真感谢台湾邀請伊來辦展覽。I have to start this by thanking Taiwan. You know, for me personally as Ukrainian and for Ukraine as a whole, we are facing the extinction, the elimination of our culture, because this is what this war is about. It's a genocidal war. It's about extinguishing an extinction of Ukrainian culture. 除了烏克蘭歷史文化甲國族認同的冊，2022年台北國際書展也有法國主題館，甲真濟台灣本土意識的冊，包括羅河專輯、葉兆島小說集，也有改編漢詩、古典詩，互囡仔看的書。台灣文學館呢，佇這區內面呢，出畫一個台灣的文學史，就是60年代以來，咱文學是安怎衝破這個思想禁錮的範例哈。啊，慢慢啊呢，咱享受講今仔日的自由。以前一年大概有50萬到70萬啊，我們希望說，如果有到他們的以前的1/3，應該就不錯。我們會做最高級的防護，保護大家的平安跟健康。就今疫情斷開，冊展6個出入口攏有設防疫門，提供全身消毒。文化部也表示，今年有31個國家、364間出版社來展覽，因也閣加設20萬張100塊的買冊抵用券，入場的民眾攏有得領。記者阿明金正派文台北報道。